市民信箱，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信箱节目。咱今仔日呢，要甲大家做伙来关心节能减碳。相信大家拢知影讲节能减碳真重要，但是你敢有咧做？或者是讲你敢知安怎做呢？现在是因为科技的进步，所以节能减碳嘛有了新的方法，会当带大家呢轻轻松松伫日常生活当中，会当来做好节能减碳。咱今仔日带大家做伙来了解。这波一开始，赶快先来介绍今仔日到节目当中的4位贵宾。咱首先要欢迎的是环境部的近邻绿生活的推广总子讲师，我们欢迎杨宇柱老师。老师欢迎您。大家好，我是杨宇柱。接下来为大家介绍这位是台南市南区金华里长郭坤祥郭里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里里长郭坤祥。好。所以来这位呢是台日友好交流基金会荣誉董事长，他同时也是我们之前的管理局长了哈，他非常有名，来郭珍惠郭董。咱主持人还有咱的市民信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珍惠。欢迎珍惠哈。好，来接下来这一位是中嘉宽频三冠网双子星的总经理陈建春陈总。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陈建春。好，欢迎4位贵宾哦。不知道观众朋友你敢刚刚讲了，咱最近尤其是近几年来，咱的天气真正是越来越热啊。这除了讲就是全球暖化的问题以外可能有一个叫做都市的热岛效应。那讲到这个都市热岛效应呢，可能大家都有听过，但实际上到底什么是都市的热岛效应我们就要来请教专家。我们请教杨老师。好。这个都市热岛效应是因为我们现在在都市里面我们大家每个人都会开冷气，那里面越冷呢，外面其实就越热，我们排出去的这些废热啦，就会让我们都市里面的温度上升。那还有我们里面呢都市里面会有很多的汽车、机车，对，它在行驶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些废热。那再加上我们的都市里面有很多钢筋水泥的建筑物，那这些建筑物呢，白天会吸收太阳的热能，然后晚上慢慢释放出来。那再加上因为都市里面水泥化比较多，所以我们的绿地呢越来越少。那这些种种因素呢，让我们都市里面的气温会跟乡里的一些郊区比起来，它的温度是比较高的，这就是所谓的都市热岛效应。那讲到都市热岛效应的话这个真的是越来越严重嘛。那老师，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这个都市热岛效应呢？好，那其实我们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也可以想办法的去绿化我们居家的环境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阳台啦、我们的屋顶种一些绿色植物，它就可以帮我们隔绝一些热那甚至我们可以种一些可以吃的一些蔬果，比如说可以一些攀爬性的豆类啦或者是百香果之类的，这些攀爬性的植物呢，可以形成一个绿篱。那除了阻挡我们的那个热能热量之外呢，我们呢也可以享受一些采收的食物的乐趣。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在社区里面可以多种一些树木，这些树木呢长大的时候呢，它就可以产生一些绿荫。那植物在行光合作用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蒸散作用，会降低我们都市的温度。那最后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一些采用一些透水的铺面，这些透水的铺面呢比如说像一些紫草砖或连锁砖这些，甚至一些草地，那这些透水的铺面在我们都市里面如果下雨的时候，这些雨水会透过这些透水铺面会流到地下那不会直接流到水沟里面造成水灾比较容易造成水患。那这些储存下来的这些水分，在它蒸发的时候呢，也会让我们的那个都市的温度也会下降那这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的采取的一些降低热岛效应的方法。谢谢杨老师为我们说明怎么样来减少这个都市的热岛效应其实讲到这个都市热岛效应咱在里还有社区其实做了上介好的是今天到咱现场咱南区金华里，其实呢为民国75年大家都会想到讲哇，这个金华经验到现在还是被全国各县市的各个社区跟里津津乐道，因为这经验真的是有够不简单不仅呢获奖无数，而且呢
可以说是领头羊就是在很早之前，大家都还没有想到说要怎么样来做好这个节能减碳的时候，咱的蓝库金华丽竟然率先全国的做了非常的好。所以呢，到底是安怎为这个传统的社区来变成一个碳中和这个示范区？我们来请教里长。好，谢谢。咱这个碳中和碳中和这社区主要是一个真简单的迄个概念就是讲要叫你安怎减水。要叫你安怎减电，要安怎做迄个节能减碳，要安怎做迄个资源回收，对，差不多才会当性的迄个部分拢来有这个概念来做，这就会当综合起来就当做到这个碳中和的这个社区。所以咱金华社区的成立第100年，代表台南市去参加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举办这个花园城市的这个国际宜居社区的比赛，结果咱金华社区摕到第2名，全世界第2名。对啊。回来了后时，我来向市长呈现成果，我甲市长抱歉，就是讲我无法当摕到第1名回来第2名就真厉害啊，是因为咱的迄个低碳社区去输比利时，是，我输了低碳社区输比利时，咱赖市长的时阵。伊就一句话就卡随指示讲，你是碳中和，无你是迄个低碳社区主任，咱台南市环保局有一个低碳办公室，由低碳办公室来辅导金华社区，来做这个低碳节能减碳的这个社区。所以103年我们就达到了那个同级认证，104年我能够摕的银级认证，105年摕的减碳行动全国特优第1名，对106年咱就达到碳中和认证的社区，所以这是碳中和认证会当通过的时，就是表示咱的社区的成绩在这个碳排放甲减碳行动，我们可以互相抵消，所以咱的社区所做真侪迄个绿化的工作咱拢已经做到有一个成绩出来，尤其咱的社区的民众的成绩对这个节电搁在迄个节水的这个概念蛮深刻的。对，咱的社区已经台南市第1个完成迄个后巷接管，咱的社区的污水什么也拢排去到这个污水处理中心，所以咱的社区的成绩没有污染。到目前为止咱的社区的已经达到碳中和的迄个要求。对，所以我们的金华社区真正是咱台南市上大的骄傲啦讲到这就是刚才那个杨老师有提到的是都市，就是可以多种一些蔬果一些花草嘛咱知影讲金华社区金华里呢，有种这个都市的菜园都市菜谱，而且从民国83年就开始推动这部分你在种菜这部分，你现在推动这个低碳饮食，是不是里长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83年咱社区就去发起一个迄个制度，就是讲，因为你若到了咱的社区有看到空地就有垃圾，所以这真脏乱而且真正做头壳疼，咱社区金华社区就去制定一个制度，就是讲认养制度，领养这个空地，在你还未要使用以前，你的土地由社区帮你认养，然后现在你有要起厝，还是讲你有要使用的时候，你甲社区讲，社区免费提供给你，规范给你，所以这空地总共有37块空地，咱的社区拢甲领养起来，一块一条有22块该落去做停车场，有迄个17块落去做这个咱的社区的菜园是菜园落去就是就绿化美化起来对，安尼环境就真水，有人咧种菜，你绝对毋敢摕本落去等，大家互相会去维护迄个环境的经济，对，所以用安尼起来，因为咱的社区义工济，咱的环保义工，咱的这个保健志工，搁咱社区内底有一寡这个街友志工。街友咱大家人拢排水，但是阮的社区的时有街友辅导中心，街友的时来变做是咱社区的志工，大家来做，总共127个人，来达到那个菜园的管理维护，然后的时咱社区落去发起健康蔬果餐，
将咱社区收成起来的菜，来煮做美食，对，提供给大家人来享用，佮鼓励大家人先来来推动佮在每一礼拜食一天的这个健康蔬果餐，无食鱼无食肉，对，安尼所以咱的市政府环保局这个张局长佮在考市长、考店来市长的时候，认为讲这个真有效果，安尼当落去台南市当落去甲做一个这个健康蔬果餐，所以在迄个2个月后，了解金华社区安怎做了2个月后的时候，咱台南市政府率先。台南市政府今摆就是中午每一个礼拜一的中午不提供那个鱼肉，对，都吃素食。咱的议会嘛是来配合，咱的教育局也是要求，咱的迄个营养午餐也没有，都咱是食蔬果餐所以咱这个安尼个在台南市有180几万的人口，大概有60%的人响应配合，所以咱的减碳的成果非常的丰硕。对，这就是咱这个菜园足大的一个功能到目前为止，我们就已经习惯了。本来是1个月你食2遍的素食，现在是一礼拜1个月你食4遍。哇，就越吃越好。好，谢谢里长所以咱不只讲在台南市呢，咱的社区由金华里开始呢，就慢慢的很多社区都在推动这个节能减碳，而且我们很多的企业呢也积极的推动节能减碳。然后像是有线电视我们要请教陈总就是说，有线电视也是积极在进行节能减碳这一块呢，包括说有一些电子账单或者是签合系统等等，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有线电视的做法？好，像每一个企业都一样追求的就一定是绩效那如果在追求绩效之下，又可以达到节能减碳，然后又可以增加这个我们的这个工作效率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我想每一家公司都很乐意去推。那公司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去推动我们的无纸化那无纸化举例来讲我们有说就是去接了一个人客，一开始一定就是人客这服务完了后必须要人客来签一张单，签单就是讲伊要受理，伊同意咱公司提供的服务。那较早是用纸嘛，那可能又有2年，因为1年是要客户留存，1年是要公司留存。那去到公司去到这个家里面帮他们服务之后呢，可能又要签收，这边又是1年，那边又是1年。那后面如果账单每个月又要寄发一次，然后在后面他可能没有缴钱，我又要再寄发通知单一次，然后后面要再寄发电子那个发票一次。那如果这一些情况我们都可以把它节省下来，全部都用电子化的话，那对客户对公司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那当然有一些可能比较老人家，他可能比较不习惯，那当然公司这边也可以另外在个案去处理。是，不过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都会去积极鼓励我们的这个客户尽量利用无纸化的这种作业。那公司这边也可以节省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纸张的浪费。那对客户来讲，他要保存，其实他透过手机就可以去做查询，这个对双方来讲都是双赢。好，那所以这个对公司的这个纸张的使用节省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用量。那第二个，对内的话，公司的内部当然之前可能有上过班的人大概都知道，那几档前那在抢公文的时候，可能倒啊电拢一塔非常非常多。起码那以上主生甲三宝龙来讲一个月大概倒啊电抓上的公文应该无1封啦全部都做成是电子化，不管是签核或者是请假。那尤其最麻烦的就是这一种器材的采购，它有请购、采购、验收。那请购、采购、验收一般都是3连单，那这3连单3乘以3就是9，一次就要用到9张的这个纸张。那如果每一个部门、每一家公司都这样采购下去的话，其实那个用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所以公司那时候就是有一套系统，把所有东西全部都整合在一起，我们就一次让它无纸化到位。所以在作业上面也变得非常的快，因为不用人在那边移送，就是说你再去送公文的往返过程又会牵涉到碳排的问题。那有一些公文又要送到集团、送到总部去，你又要送到台北，这个时间上面又往返非常的麻烦。那当然后面包括所有的教育训练，这个我们的教育训练的这个内容全部也都是电子化。那这个上班所有的作业系统全部都是这样子做。那再来就是员工
我们如果离开公司的话，当然就是鼓励一定要这个随手关灯嘛。对。然后最近也有一个比较还不错的做法，就是如果忘记关电脑，隔天你的 email 就会收到一封说，麻烦请配合电脑，一定要离开公司，一定要把它关掉。所以其实公司在做的很多不是说很分析、很先进，但是我们就是把基本功做好。对。那从基本功做好，其实就可以慢慢去体会到说做这些节能减碳相关所得到的一些成果。对，所以其实大家咱的观众朋友想看嘛，你刚有讲做好这个随手关灯啊，然后有一些节能减碳随手都可以做的，其实有时候大家会忘记做，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要来提醒大家，怎么样随手做好这个节能减碳啊。和咱听完这个社区啊、里啊，也有咱企业要做法了后，我想呢，其实有一寡国外的经验是非常值得咱来做参考的。那我们今天现场当然就是请来一位日本通啊，我们的曾慧女士也这不简单呢，反正她在日本的这个经历真的是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我不用再一一介绍。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要介绍，就是他在日本的京都市颁发了一个国际交流推进特别表彰。哇，这个是真的很高的荣誉，非常不简单。所以今天特别来到咱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怎么节能减碳在日本到底怎么做的哈。那其中呢有一种，这日本其实在热天常常推行一种叫做 Cool Breeze 的清凉商务跟凉夏的节电。那到底呢这是什么呢？我们请我们的日本通，我们的曾慧来跟大家做说明。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曾慧郭曾慧刚刚讲到说 Cool Breeze 其实这大概是从2005年开始，日本政府他们就发现说，整个热岛的效应包含整个用电量的飙升怎么样有效的降低那你记得热怎么样有效的降低能源的一个浪费他们就开始推动了一个运动那这个清凉商务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那时候我常常去日本嘛那时候去日本我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实，日本人常常都会穿这个西礼的穿到那像做正式的对对西装领带不管在什么时候你都会看到他们穿的西装笔挺给大家报告，其实才就热非常的热。对啊，我们穿西装都感觉蛮热的，很热。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从政府的公务员开始，他们其实从那一年开始，你到日本去，其实你应该这么多年大家如果常常去日本玩的人就会发现，日本人怎么从以前固定不管夏天冬天男女士都是 Sebiro， 然后他穿长袖长裤女孩子就是正装可是这几年你去连公务员你都会发现有的甚至穿 polo 衫，有的甚至穿短袖其实这就是改变的第一种，是从公务员他从形象上面开始来改变那另外呢我觉得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说日本人最厉害的就是推五感，那五感是什么呢？其实它从很多方面来做从视觉从触觉这一些方面他们做了哪些事情比如说其实还有听觉，比如说像视觉的部分他们就是很有效的去鼓励他们的居民在自己的家里面他们用遮光效能比较好的这一些遮光材就是遮热他们叫遮热的这些遮光材在自己的家里面他们就会在建筑的时候就会去做了那如果是老房子他们也会去推动怎么样让整个房子去做更有效的降温透过新的设备那另外呢刚刚老师也有讲到就是说会栽种一些绿色的一个植物比如说像这个牵牛花啦它会攀爬的啦或者像苦瓜啦这种等等的它会攀爬在这个墙面屋檐上的它也可以有效的一个降热那另外呢听觉其实你会发现你到日本去玩的时候很多地方它都会卖风铃特别是在夏天其实这个研究有报告就是说人听到那个声音他其实心里面自然就会有产生那种很稳定很凉爽的这种心理的一个感觉所以风铃也是日本家家户户在夏天的时候他会把它做一个装饰用是那个另外呢在这个触觉的部分我想这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台湾其实多少也有在做他们会在这个利用这个回收的洗米水或者是他们回收的或者是回收水或者是这个雨水怎么再利用他们就是早晚
他们会把它撒在，或者很热的时候，它就会撒在道路上面。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降温。那当然，另外还有很多包含说在假戏的保婚，日本是一个很重视季节感的一个民族所以你如果到日本去，你就会发现，你冬天去，你绝对吃不到凉面，因为那是夏天的菜。那同时它的锅碗瓢盆，它的这些所有的餐具的设计，也都会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提供给你服务我相信大家如果有机会台湾人很喜欢去日本玩你可以仔细的看看他们这些降温凉爽的这些节能减碳的一些器材，其实还不少，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对，所以听完郑慧这样讲之后，发现日本这些节能减碳的红线是值得我们学习，而且现在再加上这个科技的辅助哇，真的是不得了这个好好来做参考了好，那接下来要来请教杨老师你本身就是我们环境部的近邻绿生活的推广的经济的纲书嘛，所以呢，我们知道政府致力在2050年要推广什么，就是我们的近零排放。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听过近零排放，但是到底什么是近零排放不是很清楚，我们请杨老师来为大家做说明。大家好，我们都知道在大气层里面有一些温室气体比如说像二氧化碳啊、甲烷，那这些温室气体其实会产生一个温室效应，让地球的温度可以保持适合人类居住的一个温度但是呢在工业革命之后我们挖了很多的化石燃料出来，比如说石油啊、煤炭啊、天然气，我们大量的使用这些化石燃料之后呢，那会产生很多的二氧化碳，那这些二氧化碳呢到大气层里面就让温室气体的浓度变得很大很高，那这些过多的温室气体呢，会让地球的温度越来越高。就像本来薄薄的一件毯子呢，变成一件厚厚的棉被，那地球就越来越热。所以有人说地球发烧了，就是这个意思。是，所以我们要减缓暖化呢，就是要减少我们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如果没有减少的话，我们会发现说，我们的地球暖化造成很多的气候的灾难比如说像可能有时候是极端的降雨让我们造成了大洪水啦淹水，那有时候是又很久不下雨那就是造成了旱灾，甚至会引发森林火灾那甚至说它会造成那个海平面上升，我们很多地方呢沿海地区可能会越来越容易遭受到水患的影响。那所以我们要达到净零排放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想办法让温室气体不要再增加了那做的方法就是我们第一方面减少我们温室气体的排放，就是我们在讲的净零绿生活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要减少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我们要增加温室气体的吸收量减少量。那减少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多种一些树木啦那大自然会吸收一些二氧化碳。那当我们排放的温室气体跟我们大自然能够吸收的温室气体达到一个平衡，那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不会再增加的时候我们就达到了所谓的净零排放。那2050净零排放的意思就是说根据联合国专家的研究，我们如果要让在地球的温度的温升在世纪末也就是2100年的时候呢，那个温升呢比起工业革命之前不要超过 1.5 度 C 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在2050年达到净零排放也就是在2050那一年的时候呢，我们所排放的二氧化碳这些温室气体呢，它要跟二氧化碳的在大自然里面能够被吸收的这个量能够达到一个平衡那就是净零排放。是，谢谢老师让我们知道净零排放那我们希望在2050年可以达成的话，这个种树造林就很重要，但是咱在都市当中到底咱有没有什么款的土地是要哪去给种树或树拿呢，这个就有点困难可是呢我们可以透过说每个人家里种一些小植栽啦，或者是种花草啦，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金华里呢有做这个都市菜园嘛，那我们知道说还有坐在屋顶的，所以坐在屋顶的这类菜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来请教里长。好，谢谢。
做个厝顶的这个菜园啊嘛，做趣味的哈。咱社区是除了吼，咱的活动中心诶楼顶吼，咱有落去做这个屋顶花园以外，咱那个鼓励吼，咱社区吼，伊的主体吼，诶厝顶吼较有厝顶吼较宽的所在吼，搁落去吼种一寡吼这个哈密瓜，啊，搁有种吼这个牛番茄，啊，搁有种菜瓜。真济种真济的种类，会当采收来食，会当大家公家来种，公家来分享。这个工作真受到咱的里面的欢迎。安尼，所以咱迄个伫迄个屋顶花园来做这个菜瓜饼啊，还是讲做这个种这迄个哈密瓜落去伊会当遮阴。这样啊，互伊，互咱的厝顶会当迄个热气袂当去走落去到楼下去啊咧。所以咱的这个部分的这社区内底咱安尼做个迄个面积的时阵伊咱活动中心来种的这个起来大概会当互咱的这个算点咱是无统计起来啦。不过时阵就家己就本身就感觉你做好了。咱的屋顶的迄个热度的时阵减2到3度，哦，会降低马上就有感觉到是所以咱的这个屋顶花园的这个植栽咱社区是真迄个里面真踊跃，因家己有家己的所在，就有迄空间，就去种种起来咧采收的时阵。真正真很有乐趣。对，哇，所以真的是一举数得而且还可以节能减碳非常的棒。那不晓得在日本我们请教真慧啦，会不会有类似这样子我们金华社区这样子的模式，或者是说他们在这个资源回收或是垃圾处理方面的，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借给我们参考的？刚刚有提到说2050年的这个净零碳排的这个宣言其实这个不单单是联合国的一个，甚至全世界一个很重要的政策那在日本，其实他们在2003年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乡镇他们就有发现到说，自己怎么样能够来降低垃圾，怎么样能够来降低。因为那个都是等于是每一个地方自治政府的它一个很大的成本。他们甚至有一段时间，因为垃圾太多了，必须要花很多钱去设立新的那个焚化炉越烧钱越花的越多，垃圾也没有比较少。所以有一个在日本非常有名的一个城镇叫做德岛，在德岛县的一个上圣町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那边参访我刚好也是4国的特使那我这几年在那边走，在那边看，我发现说他们这个町非常的有意思。他们在2003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町里面透过町议会整个这个聚落里面所有的人的共识，他们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就是零浪费。大家听起来觉得好可怕什么叫 zero waste 什么叫零浪费？零浪费宣言要怎么做那他们呢，其实用的他们亲身的经验来演绎给全世界他们把垃圾粗分成13大类，那同时呢，再把这13大类里面呢，再分成45种。哇，那为什么要分到这么细呢？其实他们自己的町民有发现，就是说，原来垃圾分得越细，你把它整理得越好，它能够回收再利用的程度就越高。是所以你们如果有注意像你们到日本去，你拿到一个宝特瓶的瓶子，你会发现它很少直接就是印上颜色，印上标签，他们都是一张好像那个收缩膜就把那个瓶子收缩了。那你要拆呢，它甚至还会有一个很方便的一个拆的一个这个拉的一个线它做到很细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一只宝特瓶它可以分成很多个步骤，盖子它是另外一种材料，所以盖子跟那个环它是一个回收的样态。那一张塑胶膜撕下来又是一个回收的，它就变垃圾，因为它有印刷影印物。那一只瓶子是纯透明的，那它也是一个回收物。那最好用的就是那一只空瓶。所以台湾现在有在做的一些所谓的我们的衣服，现在很多成衣都是用这个塑胶粒射出之后再做成这个我们的衣服的材料
很多大家最喜欢买的原材料就是从日本的宝特瓶的回收来。那这个上圣町最有趣的就是说，透过呢整个村落整个聚落大家的共识，所以他们2003年到现在，他们也成为了全世界的一个标杆。那因为他们有效的利用甚至呢町民们再利用了这些物品，他们再做成这个所谓的2手的跳蚤市场，他把没有用到的东西再去到能够用的家庭区，再回收再利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例子那他们做零浪费这件事情也做了这么多年，也集了地方的智慧那我相信呢，其实我们像刚刚进化里柯里长管理长伊讲的这个部分我感觉真好另外其实咱嘛有足侪国家足侪好的所在会当参考，比如讲东京我想东京它其实这几年也推了一个这个净零的政策，他们2030年要先碳排减半所以呢其实他们也设了一个这个所谓直批绿直批的一个栽种的标准我觉得像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来作为一个参考。那未来呢怎么样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我们一个发展的目标，那一起来努力向前。对，所以这个日本呢，他们在推行政策的时候，他其实都把很多配套想得非常的完整所以他们在推动的话，这个节能减碳可能就可以做得比一般的其他的国家还要好。好，那讲到这个节电嘛可能大家会认为说优刷电息好像就是个机房的部分非常的耗电，但是呢近年来咱这个优刷电息它在这个机房节电方面呢开了数千万导入了去就是来进行这个节电跟节能减碳，我们请总经理来做个说明。好，同样的回到企业经营当中就要讲求效率。对，那所以机房一直是我们用电最大的一个用电最大的一个地方。那整个中嘉集团目前在全台湾总共有12个机房。那这12个机房里面收容我们所有客户的资料，大概将近100万户左右。那这些资料，因为我们都要24小时不停的运转，所以它在用电上面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就造成我们非常大的负担，在这个营业成本上面造成非常大的负担。对，那所以呢，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在想说，那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用电量可以再降低一点点？所以当初就好，那就把所有我们原本气冷式的，把这个水冷式的这一种冷气的空调设备全部都改成气冷式。那改成气冷式的原因是因为水冷式它大概有几个缺点首先第一个，它会有这个机房运作上面的风险，因为它要牵水管，因为它必须要水去冷却，然后来降低那个温度。水管久了其实很容易老化，就会出现一些破洞。对，那第二个是它也不环保，因为水就必须要水塔去储水，那水塔储水你就必须要有人去消毒去清洁。那水塔可能台风来的时候又比较容易造成一些公共安全上面的危险。那第三个，它又会出现一个这个水资源的这个浪费。你比如说浪费，因为它还在运作，水资源的一个运作上面的增加，因为你都是要靠水。所以综合上面的几点，我们想说，那我们是不是把它改成比较智慧式的气冷式的这种做法？那后来研究完之后，其实气冷式它可以有几个。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它可以去分区供电，也就是说，我可以切成某一个区域，我来供给这个空调的运作。那水冷式是没有办法，就是一开始进去就是全部整个环境都是，所以它透过一个供区提供空调的这种方法，它就可以降低整个启动就是全数都要一起运作的这种区域。所以在装完之后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在算每一个月的电费都差不多可以节省20%。所以这个尤其是台南台南就是这几个机房里面表现比较突出的，就是它真的可以省到20%。那如果整个年度而且常年累积下来的话，其实对企业来讲，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笔这个
节省的一笔这个费用。对，好，谢谢总经理。好，那我们的社区跟我们的企业呢，都积极的在进行这个节能减碳。啊，咱的民众到底自己有没有办法，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很轻松的、随手的，就是来做好这个节能减碳，大家一起为我们的地球尽一份心力嘛。这就要请教我们的杨老师了。好，现在我们在推展的净零绿生活，其实呢，都是一些很简单，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可以去实践的。我们大家可以从食衣住行娱乐购这几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那从食的部分，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少吃一点肉类，多吃一点蔬菜。那特别是像牛肉的碳足迹非常的高哦。那我们可以改吃一些鸡肉、鱼肉啦，甚至猪肉都会比牛肉可以减低很多的碳排放。那再来一部分就是说，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在地的食物，或者当季的一些食材。那在地或当季的食物呢，我们可以就是减少一些储存或是运送的一些能量的碳排放那这样也是可以达到减碳。那最后就是说，我们在吃的部分，我们就不要浪费食物吃多少点多少对，这样子也可以降低很多的碳排。那在衣服的方面的话，我们就是不要去追求快时尚看看现在流行什么就看一件买一件，那最后衣橱呢，衣服全部都是穿了一遍就放着了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其实制造一件衣服也是有很多的碳排。那再来我们可以考虑去买二手衣服像我身上的衣服其实都是二手的哇，对，衣服裤子都是二手的。那甚至我们如果穿不完的衣服，我们可以拿去衣服回收，旧衣回收让它再利用。这样子就从衣服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减碳。那住的话呢，我们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讲了节约用电，节约用水那刚刚有讲的我们怎么去减少我们的垃圾就是达到零废弃其实处理垃圾也是会产生碳排放那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绿化我们的环境降低我们的室内的温度这就是我们在住的方面可以做的。那行的方面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开车、骑车都会产生碳排放。那我们可以多走路多骑脚踏车。像我呢，每天如果有时间的话，我都会骑脚踏车去上班，大概每天来回20公里那就会发现说，除了减少碳排放，那你也节省了很多的油钱。然后呢，最重要的是，我可以运动那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强壮所以一举三得所以在行的方面，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做那娱乐的话，我们在出门旅游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不要自己准备自己的一些环保餐具然后减少使用一次性的物品我们去旅馆的时候，自己准备自己的盥洗用品那现在一般也不会免费提供了那我们就是减少使用这些也可以减少一次性的垃圾。所以老师从食衣住行娱乐跟购物呢，教大家怎么样呢？可以轻轻松松随手你就做到节能减碳嘛好，那我们知道说有线电视呢，目前好像也有一样，就是结合了 AI 最新的 AI 然后推出的智能管家，那它可以帮助民众说，你到底要怎么样去了解说你叠出来用多少电？我们民众自己想想看，你平常会知道说，我用几度电吗？我用了多少电吗？大家也不晓得，就是我开冷气、开电视然后开冰箱等等。好像很多东西都会插到电用到电，但是用多少电我们怎样呢？但是呢，我们有线电视现在这样子一个新的 AI 智能管家，可以帮大家了解说，你怎么知道说我自己用了多少电呢？我们请教总经理。如果民众大概要知道他用电用多少的话，一般大概都是收到账单的时候，他才原来我这2个月花了多少钱。那所以公司就是其实最近几年就是一直在想说，那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些节能的方式。所以我们去年有了解到一个数字，就是说在2024年台湾的6都里面用电量，台南市是第2名。那它在2024年总共用了311亿度的电，然后其中民生用电是占了13%。所以那
它的用电量是逐年在增加哦，那每一年大概都增加5.38%。什么想说，那这个问题就其实跟企业碰到的是一样的状况，那有没有办法怎么样让它去降低？对，那第二个我们的出发点会去研发这个东西，就是第二个是因为有些电视大家大概都觉得说看的人都是老年人居多，它确实是老年人居多。对，那台南市大概目前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是20%，那这些长辈族群有很多又是独居，那长辈独居的这一些房屋有很多又是老宅，所以他们其实在用电上面，如果稍一不小心，像很多人老人家这个记性可能不是很好，他可能在烧开水或者是在煮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可能会忘记，所以就有可能会出现电线走火的状况。对，所以我们是基于这2个原因啊，照顾老人家，提醒他们的用电状况，那加上说，台南市用电量这么的高，所以我们就去研发出 AI 这个节能管家的这套设备。那这套设备它最主要的原理就很简单，就是它就是一个智慧性的勾表，那你只要把它挂在我们不管是110伏特或是220伏特的这个电盘上面，你只要把它挂上去就好了。那透过蓝牙跟 WiFi 的传输，那公司会提供给我们的用户 4K 机上面会有一个节能管家的 App。你透过节能管家的 App， 然后用遥控器上下左右，这个就是老人家最会按的，上下左右 OK， 他就可以去跳画面去看说几个内容。大致上第一个就是用电的监测，用电的监测就是我目前家里面用多少电。它就会出现图表，也会出现数字，你就很容易去看，它就很直觉。那第二个就是用电量的比较，它可以去做日跟日、周跟周、月对月跟年对年，它有这些选项可以让你去选，你就可以去看说，如果是你选日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我这一天里面我在哪个时间用电量是尖峰。对，那月对月就是可以看到说，我这个月有没有比上个月省钱？你就不用等账单来，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到了。那年对年当然也是同样的这种状况。那第三个就是你可以看到你的电费，它会帮你从你的用电度数去估算你的电费。所以同样的，你只要点进去说，我这个月我总共电费大概花了多少钱，它上面都帮你计算好了。然后如果用的比上个月省的话，它会给你拍拍手，它会有一个奖励上面的字眼。那如果用的比较多的话，它会有一些警语跟你讲说，是可能做什么事情可以帮助你节省一些电费，还会告诉你，对不对？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刚刚讲到说，老人家有很多可能他会忘东忘西。那如果在用电量超过我们这个勾表所计算所这个设定的安全值之外呢，电视画面就会出现告警。也就是说，不管你电视看到哪一台，它只要用电出现异常，它就会出现一个告警的警告你说，目前用电状况有异常，可能要去看一下你的那个电盘是不是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是基于说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希望可以带动我们的市民，也可以跟里长、跟老师、跟这个局长所说的，就是大家同样有这一种节能，那尤其我们这边是做节电的这一种意识。那这个案子也非常的感谢我们的这个台南市政府的经发局跟我们台南市 SBIR 的计划办公室支持，那让我们可以落地来实施。那也希望可以带动我们的台南市有一个更节能、更环保的一个环境。其实我觉得这项服务真的非常的棒，就是以科技化的，然后让大家能够清楚掌握说，到底我用了多少电，然后他还会给你鼓励啊，然后你有什么问题，还建议说你要怎么样才可以节电省电。哇，这个就是可能会当民众节能减碳的一个好帮手啦哈。好，那讲到节电这一块，是不是我们里长在你们社区方面，其实你也是很鼓励民众要节电嘛哈？那这个其实就是说民众要不要做，凝聚共识很重要。你是怎么做到让我们的民众愿意大家一起来配合节电呢？我们那个台电拢有在推动这个这个像那个节电的竞赛。是所以我们有一次是我们全里都参加这个节电的竞赛，结果我们得了3万块的奖金。很棒表示咱社区的里面大家拢真有这个概念，有这个观念伊会当去省电。所以除了民众
但是对咱社区的民众，伊会当吼有即个观念以外，咱活动中心即摆有12台冷气，12台冷气，咱用冷气储值卡，就是你爱有即个储值卡吼，有迄个卡片，你才会当去开冷气。是，安尼一月你省下来电里底吼，阮第一月去甲4月时阵吼，第一月迄个电里底吼省头了1/3。所以省头1/3。以后的时可能会搁，即摆较热吼，应该会搁较省。安尼另外吼，就是咱的迄个公园路顶，公园路顶，搁包括吼咱的公园路顶，咱就是提到10点钟我们就关灯。到下午时10点，6点半开始开灯，到10点阮就甲关起来。安尼省电。咱的社区内底巷道。总共有183支的路灯，183支的路灯，伊的迄个路灯全部拢甲换省电的，换做迄个省电系统用省电的灯泡，落去咱的迄个社区内底183支伊的电，我嘛是建议政府看是毋是使时会当较早个提早7点钟甲关起来，提早7点钟关起来，就搁省7点钟的电。另外咱社区有一寡较黑暗的角落，伊迄无电线。无法通照，咱全部拢用太阳能的投光灯，太阳能投射灯有25位我甲装太阳能的迄个投光灯，安尼个咧咱的社区的用电会当省真济啦。用这种的方式大家人有一个共同的概念，包括咱的公部门，包括咱的家庭家户，大家人拢来有这个概念来推动，安尼咱的社区的迄个。节电的那个功能得发挥出来。对，没错，哇，所以这个是真的做得很棒哦，也可以给其他的社区来做参考。那当然，在日本方面，有没有请教珍慧啊？就是在这个节电啊，还有就是说可能我们知道说日本它其实气候跟我们台湾蛮像的，所以大概在热天的时候就是会拼命的，就是很热嘛，就一定要开冷气，那可能这个就耗电啊。那怎么节电？然后又会觉得说这很有仪式感啊，这是一种巧思，有没有这样子？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做个说明？我想大家其实在夏天去日本玩的时候，你们都会很期待参加的几项活动，一个就是像烟火大会，对，然后像这个他们的这个盆踊り，就是去参加他们的祭典那这些祭典呢为什么会办大家想想看如果你走到街上，你走到你走出你的家，是不是你就不会在家里面开冷气？你也不会在家里面不断的大量的消耗那个电的能源，所以我想就是说我看到的这个日本的做法，就是他们在夏天他们会办大量的户外的活动，让民众呢可以借着这样参与活动的机会走到户外来，他们去参加祭典，他们就不会在家里面窝在家里面不断的消耗着我们的能源。那同时呢不排放没有碳排的同时呢，就是能源没有这么强力的使用的同时，它同时又可以得到了跟家人相处的机会。所以其实我在大概2014年、15年那左右，我就在台南市办了第一次的这个我们所谓的夏日的 picnic。大家就会说，哎呦，好热怎么去外面 picnic？ 其实你准备了你好吃的东西，你跟你的家人一起来到很漂亮的草地上面，大家一起享受的这个在大自然的氛围里面比如我们不是从中午12点1点半我们大概就是3、4点。台湾的公开能力的时阵我们邀请我们的这些好朋友们一起来到这个户外来，一起来参与我们的野餐的一个活动其实它既环保，然后又可以联络家庭的感情。那同时呢，你也把电源关上了，因为你一定要走出来。所以这也是我在日本看到他们透过一些活动鼓励大家走出户外，不要再关在房子里面。那其实我常在想刚刚其实大家也都有提到一些很多做法我相信呢，其实要节能减碳除了你要从自己本身你要这样的一个随手的小动作的意识之外我们也蛮鼓励大家有一句话我们常讲就是越在地越永续。因为常常你采购的食材就是在你当地生产的，就像刚刚我们管理长有讲到你自己厝顶的有你自己厝顶的这个健康菜园、健康花园
啊，同时呢，你物件你拢知影你种的是啥物过程，你嘛食会到健康以外，那你同时你也做到了你的在地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循环，因为有的人甚至他在家里面他的厨余他也做成了他的堆肥，他全部他没有浪费的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上面，所以越在地越永续。我们怎么样把生活的仪式感也转化成我们可以是一种节能减碳的一种生活美学？我觉得这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跟日本来学习哦，包含说他们的吃食，夏天就吃夏天有的菜，夏天就用夏天有的一个材料。那我们台湾呢，其实因为跟日本很近，我们有很多这样的生活习惯跟他们是一样的。我相信呢，也很多人也把一些生活的小撇步也都从日本带回台湾了啊！我也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哦，你若有一寡小智慧，你嘛会当甲你的朋友做分享，啊，咱做伙为着咱台湾的永续，为着咱台南的生活更加美满吼，更加幸福，咱会当做伙来打拼。对，其实对民众来讲啦，等于说你越简单做，然后可以省钱他们就会愿意去做，然后做起来成功率比较高啊。所以我们请教那个老师啦，那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节电？好，我们知道现在电价越来越高了哈，像夏天的电价更高哈，所以我们节电呢，也就是在省钱哈。那其实我们的电用电的电量跟我们使用电器的功率以及使用的时间有相关哈。所以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只要减少我们电器使用时间呢，我们自然用电就会下降哈。那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少吹一点冷气相信大家就会很有感哈。那怎么样子少吹一点冷气想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开冷气是因为想要还是需要？像我们如果回家很热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动作我们可以先打开窗户有些人是直接关窗开冷气，那我们可以反过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把窗户打开，让空气能够流通，然后呢把身上呢的衣服换得比较清凉一点，甚至可以去洗个冷水澡那接下来呢你再开个电风扇，如果真的还是觉得热呢你再去开冷气，也许这样你就已经够了那你就可以不用开冷气。有一些电热水瓶或者是饮水机可能是整天24小时都开着电的，那但是我们不会一直在使用需要热水对不对？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那个电热水瓶跟那个饮水机它只是在反复的加热，浪费我们的电而已。所以当我们如果不需要用热水，比如说白天不在家或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电热水瓶或是那个饮水机的电源把它关掉。那甚至大家可以学我，像我的方式就是把热水煮开了之后把它装在保温瓶里面，那这样子不用浪费任何电，那我整天都有温水可以喝这样子。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可以提升这些电器的使用的效率比如说呢，我们开冷气的时候就要把门窗关紧，不要让这个冷气泄漏出去。那我们固定一个时间呢，定期的就要去清洗我们的滤网。那如果你有室外机的话，分离式冷气，室外机要让它能够有充分的散热空间不要在室外机旁边堆满了东西，让它散热不好这样使用冷气的效率也不好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考虑使用一些节能的家电，像刚刚讲的 LED 灯我们可以慢慢的把我们家里的电灯泡慢慢的转成 LED 灯泡那这样就可以提升这电器的那个效率。那我们有一些电器比较老旧的，比如说冰箱啦或冷气啦，它可能是比较用了很久的，那可能比较耗电的，我们可以考虑换新的，然后选择能源效率1级的。那这些电器呢，可能一开始会多花你一些钱，但是呢，只要我们长久用下去的话，我们发现我们省下的电费绝对可以cover 掉我们所多花的一些采用比较能源效率比较高的电器的花费这样子。是，好，谢谢老师。所以呢，我们的民众如果听到了可以按照这样做的话，其实都是可以节能减碳，然后省电又省钱。好，那我们在节目最后呢，就请今天在场4位贵宾呢，针对我们今天节能减碳的议题做个结论每位1分钟来。我们先请陈董。陈总，我想刚刚就透过个人
然后透过社区，然后透过企业这边，然后再有刚有提到的，包括像我们这个 SBIR 专案办公室跟经发局这些公部门相关大家的推广，然后再去借鉴吸取国外的经验，我想台南对，后面一定是会越来越好。是哇，很棒，好，谢谢陈总。来，曾慧，我想台湾在推动台南在推动我们这个所谓的近邻减碳以及社区的一些减碳的一些这样的一个计划我想我们未来是可以活用一些经验包含说我们怎么样做到让它是在降温的状态下、节能的状态下，你又不会很辛苦。我想要容易做，它必须要让大家觉得很舒服。对，所以同时达成了这2个目标，或许我们在节能减碳上面，我们可以迈向更大的一个进步所以五港的降温的方法，还有在心灵上面、在精神上面，也觉得这样子有所帮助，又不会让你很辛苦的一个减碳的方法。我们都是可以尽量来想想看，让自己的生活从自己做起，为这个社会的这个减碳来努力。谢谢。来，管理长。好，即摆咱讲低碳的这个部分，有真侪社区拢无了解讲低碳这个部分要安怎去推动。我甲恁讲一个消息就是讲，你即摆就是要了解讲这个低碳的一个迄个基础的培训，咱的环保局来给报名申请的时候，他就会有3万块的补助。哇，很棒！ 3万块的补助，互你这社区去做一个启动。是。然后是你若落去参加了你落去盘查，你讲好，我要来盘查我社区的这个环境，要找出迄个要安怎来推动，咱做偌济工课是符合低碳的来做盘查时了，他又给你5万块。5万块，你若去参加迄个同级认证入围了，未对，然后入围就给你10万块。哇，很棒哎！你若是入围了，已经得了同级认证，就给20万。你20万的时候，你会当个再去参加申请，要参加迄个银级认证。银级认证你若个请通过，伊个再互你30万的这个费用。是。所以这社区的时，咱的政府是对真关心社区，社区有这经费，你拢袂晓去利用。你用环保局来给提出申请，他就会告诉你这些讯息。是。所以咱希望讲，咱有看到这个讯息的人了，会当去和环保局来联络，这个低碳的真来推动，这对咱的社区真有帮助。感谢管理长给咱这款讯息好，最后请杨老师。我想地球暖化带来的气候灾难，我们每个人都感同身受那如果我们现在不行动的话，不只影响到我们自己，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子子孙孙那净零地生活其实不但可以减缓暖化，还可以让我们节省荷包一举两得。那我想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简单可行的方法，我们不用强求一次到位了但是每个人每天改变一点点，累积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力量，那我们的环境就会越来越好，大家一起努力。好，谢谢。咱再次感谢4位贵宾。好，咱看完今仔日的节目请观众朋友呢，大家唔通节能减碳变成一个口号，咱大家爱动起来，大家一起动手来做，保护我们的地球。再次谢谢大家，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启明形象这波底加个几段了，咱再会。